台语文刊榜来看，有少年人即马创立全台湾头一个台语的 VTuber， 透过即马当时行虚拟角色来直播一寡新式的内容，希望会当让更较侪囡仔来接触台语。看得出最顶尖，你就是我的主角。一个翁仔伫线顶唱歌，互大家听，这是现主持当青的虚拟 YouTuber， 简称 VTuber。虚拟角色加真人配音，打造无时差的直播体验。游戏暗暗，敦成暗暗，莉亚暗暗。我家人较少吼，讲了啊。无啊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这个角色佮伫线顶用 Minecraft 起一间庙，互大家看，因为因拢是新名代理人。创立全台湾头一批台语 VTuber 的是行销团队，改写新北新庄在地金庙故事，用这款新的媒介甲方式，甲台湾文化传互少年人。看 VTuber 的人，甲想要做 VTuber 的人，伊其实拢是少年人，对啊。我就想讲，要安怎互少年人有一个就是契机，想要学台语。詹宏如表示，团队成立伫要半冬以来，看到因的 fans 为完全看无台文字，用火青文写台语，到会晓写出完整的台语也是汉字，有影互因足感动。阮看到足侪直播海信，其实伊是讲晚上好，对。但是我感觉上骄傲是开始有人开始讲暗暝熬早，对。伫阮的海信内底就足特别的。团队目前固定有3个 VTuber 在直播，会用台语讲社会大细项代志，嘛用台语加英语。詹宏如表示，既然上重要的就是使用，毋望台湾囡仔甲珍贵的文化捡倒转来。记者林思社桂林台北报道。